話說啦，最近吉祥樓有一個租盤以1000蚊超低價推出嚟租，咁租得呢個價錢啦，梗係殘到出汁啦。大家好啊，我哋係澳門首頁。我當時第一個直覺啊，就係覺得呢個單位應該係呢2年先買賣，因為呢種咁殘嘅裝修啦，一定係好多年都冇人理過，然後突然間因為某種理由揾到個業主或者聯繫人，或者個業主突然想賣嘅。咁可能好多網友都好好奇點解會突然揾到個業主嘅，因為嗰頭咧就係咁，好多業主已經失蹤咗，所以呢20-30年咧其實衍生咗唔少法律嘅事件嘅。咁呢度咧就唔再討論。咁果然啦，呢個敍利亞風格嘅租盤咧係喺2024年簽契，上一個登記咧已經係1977年，大家可以諗下點解嘅。咁如果有關注開呢頭嘅投資者咧，應該都會明白。咁今集咧呢條片啦，我係想用數據帶出過去有份參與落釘嘅投資者啦，同埋呢區咧係咪真係咁多人落釘等重建，又有冇可能左右到呢個重建計劃？咁首先咧，有按7棟群樓啦，係以康泰樓、吉祥樓、順利樓、興隆樓、牡丹樓、萬壽樓、聖義樓為核心嘅。當中咧呢7棟樓官方信息咧係2556戶。我自己根據統計局呢7棟群樓嘅住戶單位數啦係2262戶，計埋順利樓之前拆咗嘅 D、E、F 座，合共224戶，同埋加埋啲商戶啦，條數都係相若嘅。咁講翻正題啊，大家可以睇以下呢個表，佢係關於2017年直到2025年呢個區域嘅成交狀況。當中啦，我特別加埋萬利樓同新美安，再加上2個有電梯嘅樓盤，分別係信託同全壁。咁點解我要咁做啊？大家睇落去就會知嘅。大家可以見到最多成交宗數頭7位都係需要重建嘅7棟群樓，而萬利樓啦同新美安啦就係包尾嘅。咁大家可以睇下呢個9年累計換售率，即係9年累計成交宗數除以總單位數。咁大家試諗下，如果你喺個用價，你冇理由喺呢9棟樓相似度咁高嘅情況底下，零零舍舍淨係得重建嗰堆成交宗數特別高啊！佢唔係高1-2%，佢係起碼高2倍。咁如果你用新美安對比順利樓，仲誇張嘅，個 percentage 咧係高3倍嘅。咁唯一解釋咧就係呢10年啦，係不停有投資者落緊釘嘅。因為咧你睇到嗰區有電梯嘅樓盤，信託同全壁個9年累計換售率都超過 double digit 嘅，而嗰區有電梯拉落去個9年累計換售率咧都係咁上下，所以更加可以咧側面反映到冇重建概念嘅成交啦，其實十分稀疏嘅。咁睇到呢度嘅觀眾肯定會講鬼唔知咩，咁我只係想用數據更加說明呢個問題。喺呢7棟群樓有重建概念嘅情況底下，已經有好多人提早入咗場，咁入得場梗係想賺錢嘅，有冇可能左右到個重建計劃呢？因為如果純二手市場嚟計，過去9年左右買嘅人呢，如果以二手市場而家嘅價錢咧，應該有80%左右啦，都係蝕緊錢嘅。咁主要源於咧2025年基本上成交得極稀疏，最叻仔咧就係聖義樓成交咗5單，咁所以投資者咧唯一能夠展望咧就係重建成功。咁喺今年3月啦，順利樓咧就加大咗個地積比率，係可以起到90米高嘅住宅。咁如果按此推論啦，基本上就皆大歡喜嘅。咁唯一阻礙咧就係根據呢個都市更新法律制度第6條第2款嘅明確規定，計算嘅業權百分比咧係以建築物嘅分層所有權設定憑證中定出嘅各個獨立單位喺呢個分層建築物總值中所佔嘅百分比或者千分比嘅數值為準。簡單解釋，80%咧唔係按戶數或者人頭嚟計算嘅，而係按每個單位喺整棟樓嘅總價值份額嘅比例嚟計算嘅。即係鋪位喺呢件事，佢哋係有決定性嘅作用。因為如果某棟樓啦只係得140戶，而當中大鋪唔同意，再加埋幾戶人嘅份額，其實已經係超過20%，就會影響到達到80% 業權同意呢個門檻嘅。咁據我了解啦，好多人都為呢件事努力緊，我自己都好希望可以見到重建成功。今集講住咁多先啦，我哋下集見啦，拜拜。